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1节到11节，创世纪第27章30节到38节，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得福。昨咱的读经的分享一开始，咱就讲到这个基督信仰，当然是咧讲到蒙福。因为咱所要接受的就是迄个福音。对伫祝福，其实有几个无共款的面向会当来讨论。咱着对中文的翻译来看，会通讲是祝福。嘛会通讲是有祝福。英语的概念顶悬，一个是名词 bless， 中文较瓦近，也是讲较适合的是咧讲的祝福。另外一个是被动形态的 blessed， 伫中文的理解比较较接近着祝福，所以对顶面到下面。人是被动的，圣经内底也教导咱着爱去追求祝福，亲像耶稣基督伊的教导的中间也提到，伊讲敲门的就甲恁开门，求就要得到应允。但是这个基本上也有一寡条件啦吼。耶稣基督讲，我搁一摆甲恁讲，恁若伫地面上有2、3个人同心合意来祈求，无论求什么，我的天父一定为着恁来成全。因为既然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所在，我就伫因的中间。这是伫马太福音18章19节到20节的经文所写的。基督徒祈祷望得到上帝的回应，想要来蒙恩得福，就必须爱做一项代志，叫做同心合意。这主的教示非常清楚。另外，咱嘛看见。亲像雅各伊的追求呢，都有一点仔互人感觉伤过分啦。咱知影雅各的名就叫做列，某一个程度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。无亲像有一寡人无小无冷，咱所知的老底甲教会就是安尼。但是雅各的掠过分到一个程度，就是用骗的，去来取得着伊的老爸以及上帝的祝福。这不但是无值得咱来学习，搁较是爱努力去避免的代志。以说。因为伊的小弟雅各的关系，伫伊的老母的协助的下面，骗走了上帝的祝福。这个家庭真正是毋知要怎讲啦吼，老爸看袂着啦，老母是安尼真爱欺骗啦吼。以说真心内真不平，爱讲着。圣经记载讲，以说讲，这是伊第2摆欺骗我，莫怪伊的名叫做雅各，伊抢走我做大囝的名分，现在佫夺去我的福分。老爸啊，你敢无留福分互我吗？其实照伫安尼讲，这嘛毋是完全雅各有毋对呢定。咱看见圣经的记载，
以色本身就是为伤过看重肉体需要，竟然捌为着一碗真可能真好食的红豆汤，来出卖大囝的命运。大囝的命运代表了上大的祝福，这是上帝所应允的祝福。佮因为伊的老爸以撒的糊涂，互雅各骗走着伊的祝福。但是以撒伊并无放弃来恳求伊的老爸以撒讲，以撒继续老爸哀求，老爸，你只有一项祝福吗？求你也祝福我吧。讲完就大声低哭。真正是符合着俗语咧讲的这个后悔不如当初啦吼。得福当然是有一寡需要注意的代志，咱必须爱去求，但却袂当伤过分。耶稣基督对着得福有一寡提醒甲教导，咱看见着山顶的教士耶稣基督安尼讲着：承认家己灵性丧香的人，偌尔有福气，因为因是天国的子民；为着罪恶悲伤的人，偌尔有福气，上帝要安慰因；谦和的人，偌尔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上帝所应允的产业。渴望实践上帝旨意的人，偌尔有福气，上帝要充分来满足因。用仁慈待人的人，偌尔有福气，上帝也要用仁慈来对待因。心内纯洁的人，偌尔有福气，因要看见上帝。足尽和平的人，偌尔有福气，上帝要称因做儿女。为着实行上帝旨意受困迫的人，偌尔有福气，因是天国的子民。当别人因为恁来军对我，侮辱恁、迫害恁、讲逐样的歹话诽谤恁，恁是偌尔有福气，就爱欢喜快乐，因为伫天顶将来有丰富的奖赏为着恁保存。真正的先知也受到同款的迫害。上重要一件事就是爱会通忍耐听候。诗篇40篇安尼讲着：我忍耐心听候上主，伊就听我的呼求，伊将我对土埋深坑中间救出来，将我安放伫咧磐石顶悬，互我的脚稳固。伊教我唱新歌，唱上赞上帝的歌。真侪看见的人就是真尊敬，愿意信靠上主。我一心信靠上主的人，偌尔有福气。伊袂去来拜偶像，也袂活伫拜假神的人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！你为着我成就遮尔多大事，有甚物人甲你会通相比呢？你为我设上的奇妙计划，要算也算袂了。诗篇33篇20节到22节，也安尼来提醒咱，讲我的心一直来拢是听候耶和华，伊是阮的帮赞，阮的盾牌，阮的心要靠伊来欢喜，因为阮一直以来拢倚靠伊的性命。耶和华，求你照着阮所仰望你的，阮施行你的慈爱。
使徒行传也记载着耶稣基督受难了后的门徒的情形。耶稣基督过活了后，有一摆向门徒来显现，并且应允要赏赐圣神，就亲像伊借着圣神嘛，一摆向使徒来指示，证明伊事实是活的。当耶稣基督显现并且呼召因的时阵，也吩咐因，圣经讲，通离开耶路撒冷。照我对恁所讲的，都爱听候爸的应允。约翰用水洗礼，恁却要伫几工了后受着圣神的洗礼。因内心的听候了后，就得到圣神的充满，得到圣神所赏赐的祝福，并且得到气力大大来宣扬福音，互人会当得到利益。这符合着上帝和亚伯拉罕的呼召，众人众国拢要因为你来得福。咱呢？咱是毋是有听到上帝的呼召呢？咱着爱积极追求，耐心听候，热心服侍，将上帝的福分甲众人分享。这是咱正做基督徒的责任，求主帮助咱。感谢上帝，互阮得福，求主帮助阮会通愿意听候，愿意领受你的呼召，接受你圣神的充满，有传福音的火热，有谦卑顺服的心志。感谢主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